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艾克勒 iColor， 耶！我是邱亮 Kim 阿 Kim， 我在 iColor 里面担任词曲创作跟 vocal。我是戴阳，我在 iColor 里面担任制作和编曲的工作。还有 Any iColor 已经成军差不多有3年嘞，3年啦。对。对 Any 来讲啊，哈卡进哦，应该充满着不同的色彩。对啊，所以我帮我们的团名取作 iColor， 还有一点1世代的感觉哦。希望本大家做在糖度 Any 哈卡进的作品里，地图哈有 colorful 的感觉。简单来讲是嘿。爱唱客家歌，让你更快乐，真的很快乐哎！我们到了，到哪边啊？我们的电视音乐专辑的拍摄现场啊！哦，又动很多人对不对？同我来讲 ，Let's go！ 走心跳我背，你跳啦，根本因爱去，奈为做事，安做 everybody， 爱开用笑面哦，两下马路红，车安多，有人行动行，有人无方向，安多故事随时发生。嘿哦，两条狗是一首很有活泼、很有活力的歌曲，都是应该是两条狗的细节哈。我就想说，可不可以希望可以播音取得有一种阳光正向，然后看送又快乐的气氛，像我们刚才这样跳舞啊，又唱又跳的客家早操。这一次的一个主题，我们准备的都是那老大用乡下做的歌曲，希望讲这曲风动作的变化。然后可以让大家不同的一个感受，这样。对啊，那其实我跟阿 Kim 啊，都是希望能够在音乐创作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突破，更多的没有极限这样子。音乐是不分语言的，那希望客家音乐能够更流行。讲到了吼，那其实会动寻梦瑜伽那个你的心脏。
苏通达阿达老师，我们才会认识这么久了啊哦。那也才会有 iColor 的专辑3张这样子。对啊，其实一开始老师就邀请我们做1张，那我们就傻傻的做了3张。虚才行哦啊，虚才行哦。3号录音 Annie 带来一首《你有喊猫跳跳狗》。对，那这首歌曲其实它是一首混哈嘎散狗的元素粘属。对啊，其实我们也为了这次你有弦吗这首歌做了一个管弦乐团的改编。那希望能够在这么庞大的编制下面，大家能够深入其境，了解在山中唱山歌是什么感觉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《你有弦吗》。
很好，非常好，你们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玩的呢，应该台后图的系新台的职能治疗系，其实我们希望，其实我试谈过啦，我们讲因为CO 的走记线啊，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做这个职能治疗，它其实也是可以很帮助别人，像其实做一些能力的评估啊，帮助病患做一些能力评估，还有走到训练啊，还有健康促进的观念，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蛮好的事情。那就是在我这2个角色做音乐人啊，然后又是做职能治疗师的过程中，其实我觉得这2个东西或许有一个结合的空间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可以透过歌曲的介绍来跟训练他们的表达能力，他们可以来跟我变成一个共同的话题。那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做一个，我教他们弹乌克丽丽啦，恢复他们的自信，他们也可以回归到社区里面去服务，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认同。我觉得这样音乐跟职能治疗，它可以做更多帮助更多人的事情，而可以影响很多人。一起唱。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小酒饮一杯，好大人，好大人。沙雷很爱认唱的一条歌是《天公落水》。这首歌曲呢，其实是结合了华语歌曲跟客家传统的歌谣做结合。从我们在日本的地步啊，放了一些用客家语头的唢呐啦、笛子啦、古筝啦。这首歌曲是要做出像身骑白马的氛围，那其实也是对我们恩师苏通达阿导师做致敬的一首歌曲。最近都睡不好，你说有些烦恼，有些事刚刚发生就忘掉，模糊的对话掩饰心里的慌，对话已让生活起变化，回忆中的味道酸甜苦辣很好，谁都想牢牢记得谁的美好，一辈子追着世界绕啊绕，到头来剩下什么能炫耀？忘了回家，忘了怎么爱。
下谁在独白？我们都逃离不开时间设下的圈套，至少掉以前沿着直道回响。天空啊，落水哦，大人从路都行水，行水呀，心有情。挑战通到介绍天公老师哦，创作风水，然后爱挑白的作品莫强容，爱学到大众讲啊，就是说这一首歌曲要有点中式的风格，对啊，那么而且要有一点虚汉的烟水融合，对，中西融合。那其实呢，我跟阿 Kim 啊合作第一张专辑，从涛哥阿哥开始，那就是其实我们涛哥阿哥是走一个淳朴朴实。然后回归你家乡的概念，富海概念。对，那其实当我们做完这张之后，然后就一直在想说，客家歌其实我们还可以怎么做？那因为当下流行那时候刚好 K-pop 啊，或者是 J-pop 或是 American pop 都是很流行的东西。那我们想说，客家歌再加一点电子元素，对，那应该是会不错的，因为我们想要做流行的客家歌嘛。其实跟他合作很开心啊，因为我们是没有局限的。因为其实像做其他歌手的话，我们是比较像是被委托的状态。那其实做流行歌手，我在当中学习到比较流行的元素啊，或是流行的做法。那客家歌我们再做一点，再加入客家元素，然后两个结合的话，其实那会是一个我们创造自己的客家流行的文化，也是一个火花。对。对，其实我们的合作真的是很妙啊，因为他其实是有家庭了，然后又有好几个小孩，好几个，对，然后其实我们的作业方式，他要找他的时候要晚上10点后，因为他把小孩子都安定好了，然后才会再回你讯息。那其实我们的合作模式就是，云端作业，他有歌曲传来给我，或是我有好听的编曲给他，然后让我们互相创作。那套一句客家话讲的，这就叫做动摸寒，对不对？动摸寒就是没空，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方式来去做这首歌曲。然后我们就用了你这种生活的写照，然后创作一首歌，叫做动摸寒，就叫动摸寒。OK， 大家来一趟动摸寒。做唔理嘅世事，日日两三三三四。
爱我久。因为阿达信上的关系吼，挨到荒山亮老师女婿动球嘞，从 OK 蹦徐杰录的专辑啊，我就从他们那个录音室录进哦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，挨动 Him 兄他的又有情义的一个工作态度啦，他对人在很动脚骨音哦。那其实根本音动范起哦，走得绕墙荒山亮老师亮哥哦来一起共下来表演。那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曲，又客家话又葫芦话的歌曲叫做《点点想》，点点啊想。怎样牵你的手世界？我哪会想这多？伫迄个时阵，规工拢念做伙，这时阵哪会惊歹势？伴我爱爱你，上岛水彩东残开，逐日匆匆忙忙行无停，行伊百转落雨的爱绪，敢讲这一切。是长大人的经过，你讲的话，亲像春天的花。有一天发觉你头毛偷偷变白，我对你的亏欠实在真多，心爱的热爱。寻梦融入爱多年，爱袂记得，太太细细的惦念，想念你的世界，如会叫，如会笑，爱点点想起你的眉头，点点水泪。以前拢听无你的话，你讲我着赛先地，时间一日一日慢慢啊过，今嘛我才了解你在讲啥话。敢讲这一切是长大人的经过，你讲的话，亲像春天的花。有一天发觉你头毛偷偷变白，我对你的亏欠实在真多。心爱的热爱，寻梦融入爱多年，爱袂记得，太太细细的惦念，想念你的世界，如会叫，如会笑，爱点点想起你的眉头。点点想起你讲的话，在心肝底。
点点上意义的每途，点点水泪。我觉得调调英雄写的真好哎，对，是年轻的创作嘛？是我们一起的创作啦，戴阳一起，对对，亮哥唱的太好了。没有，这首歌其实它讲的是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像这种简单旋律的歌，然后配器也简单，其实要唱出感情是不容易。对，老实讲，我也学了好几天，因为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的消化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在这么简单的口气里面，你要表达出很深的感情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创作。我也是常常很欣赏亮哥在唱歌那个口气，所以我就想，这是有机会可以邀请到亮哥，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啊。我觉得但也很紧张。对，希望今天大家合作的是有火花的，有下一次啊。对，很棒很棒。我们刚刚合作了一首你的歌嘛，啊。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的创作，好啊。那这首歌很特别，其实我在写的时候，我就把国语、台语跟英文都放进去，但是很可惜我不会讲客语。今天真的太棒了，就是那艾克人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首歌，那我特别好像你特别加了一些，对我稍微改编一下，也不敢讲改编了，翻译一下而已。对啊，那这样这首歌就完整了。对，台语什么语言都有。以后我们就一起表演。这首歌以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出场曲啊。好，就这样一下。看着你缓缓地走来，我的生命从此就精彩。一定是命运的安排，才会爱你，爱到这厉害。你的温柔让我日夜的思念。I miss you every night， 甘愿为你来等待。爱的爱明明白白，爱的心不会再摇摆。爱我深，你拢不知，爱我久。取代有你的世界，那么的精彩。
其实，在创作这些客家专辑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每种专辑都主题没强融啊。那其实像从饕客阿哥这个主题是要血相关，它是跟吃的东西有关，而且每爱不哈买血的东西，爱从爱妹啊、爱 Q 啊、爱 G， 全部会伫许冲买东西。所以其实我从小有很多机会可以吃到好料，所以你可能爱训菜，挺配啊哈。那我觉得吃跟文化、瑜伽文法又动都比较有一些深远浸染的关联哈。那包括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文化它都有一个代表性。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把许个东西用到日某地图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其实会就像饕客一样，我们会去吸收了不同样的一个我们客家的文化啦，然后也来呈现给大家看。三位汉许盖聊聊狗哦，这首歌曲其实是为了安妹写的狗写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妈妈卖的东西。那所以那些东西啊，其实也都很有代表性，所以希望大家约翰西街走在去就被许冲34号、34号山珍海味来去要报我的名字，然后可以去买一些东西，还有卤味啦、含水盖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《三桂含水盖》。还有各种各路的节目，以前都有点都顺东出名，有人按到山谷的含水盖，跳架，根本因为老的卖物街。当我是咯，你是看咯，我朋友咯，以前都卖爱算你偏激的。中庸弄用这两派，一款东西东都看过去马街，看出狗谁在冲，香草头一轮，养心全部老爱买，不是出来，混松干，牛骨干，白骨用有种一碗，一款东西东都看到去马街，本意是都用天东，马上东有为谁？含水盖，含水阿不中庸弄用这两派，一款东西东都看过去马街。小草台一轮，养心全部老爱买，不是出来。混松干，跳不干，白骨用我种一碗，一款东西东都看到去马街。本意是都东天东，还算东有为谁卖唱的嘞？
乡神爱平了时节，本爱阿爸阿妹哦，很多时常天修做生意。那其实有时间爱，其实某动干眠啊。那因为假日有时候某几个时间哦，不能跟朋友去聊啊，然后不能去到一些地方玩，哎呀，会有一些感叹。年轻啊，细细都通常都时常停休啊，6岁是可以是停休的啊。系啊，那爱做好的东西，去人哪会时常买，若做某好，就会骂去哦。水线那些都都不去学到的啊，因为去做义工，本来讲做义线啦，突然间就会好听讲，就学到了俩，唔对啊，就瞒着我们去学呀。那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，不要让妈妈担心。那我其实我可以自己试去闯看看，然后就是试着去做。那妈妈也没有特别说反对，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担心啊，这样。对去做人了，去讲去出专辑啊，是老囡仔就去时常咧就用台架糖啊糖，囡仔糖都是为卖 CD 啊，会碰冲一下。那一次回去，我记得我原本是要买一台 radio 给他在市场放的。那时候第一次入围金曲奖的时候，那没想到他已经买好了。然后我就看到的时候，而且市场又贴一些海报啦。那我觉得那时候感受到有一种温度，就觉得家人就是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孩子的关心。我动好糖去创个乳通法。还有3个咸水鸡，还有酱啊，应有动轻快。因为有时候他会跟我说，那个某一首歌曲，在市场上那个对面那个阿嬷呀会比较喜欢呐，或者说尤其比较轻快，妈妈觉得说做比较轻松快乐的歌，可以带给人家欢乐，带给人家比较多的正向的感觉。想飞驶在一条有了汽车看，看风景旅行 on my way。Let's ride 好出發咧，大到高橋頭，看見日里長，隨去走，但翕相紀念 on my way。Let's ride 平安平安咧。
正